公主，敢讲你袂记得？你伫考场内底戆神戆神，然后突然间，考试单内底有文章。我是安怎？假使你若唔相信，无你将你文章念出来，互我听看嘛。我袂记。你当然袂记。那安尼讲起，真是亲情仙者，你甲我斗相共的。迄当然啦，你就是讲请来甲伊斗相共，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。哼，伊干那样教你人心天地一点情，明心见性自通灵，敢要这样考到状元？多谢亲情仙者。多谢陈姐姐。你是要用什么身份来甲我说多谢？李公主，请您叫你金榜题名，高中回乡。奇怪，这边哪有可能的？这边哪有可能的？下官奉命主考，为天下选拔人才。即马发现考卷有两张拢相共，其中一定有是咧正，有是咧假。下官要来查一了清楚。以免选到无能力、无道德的人来陷害百姓。那安尼，下官对不起朝廷，对不起上天，对不起百姓，对不起家己。请上天保佑，让下官会当查出一个真的，一个假。来人啊！在。即马赶紧去。把我迄两个考生找倒来。是。老君啊，迄天因为小臣职责在身，所以袂当为老君你好好啊创业，实在是失礼失礼啊！你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其实呢，我若闻到酒味，就想要加啉两杯啊。来，咱今仔日吼。道你无欢喜，那安尼哦，我家己先罚3杯。无了，慢食。哦，这是好酒呢，咱互你占便宜，应该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唔走合理。来。参见老君，小仙有要紧的代志，想要请张大仙讲几句话话。恁讲吧，我家己等下啉两杯烧酒先。张大仙，他家金蛇大考有2份考卷一模一样，祝福我分享向天庭报告，希望天庭会使帮助伊分辨真假。小生知影了，即来报告。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啊？啊？真是有这款代志？千真万确。那呢？迄2位考生是啥？一个刘立正，一个卢东兵。哦，卢东兵。张立正，学生在，你的考卷写得袂歹，多谢大人夸奖。只是是毋是你亲身做答的？学生一字一句拢是家己写的。你背一遍我听。是。百姓足，君属于不足，是有不论尊卑，不计强弱。真好。你用得转。是学生倒退，请。报告大人，刘东兵到啊。学生李东兵，参见大人。李东兵。学生在，你这考卷写得袂歹，多谢大人夸奖。
结果背一遍互我听。这。等下，你是何方的神圣？既然敢来闹，可是老君，钟大师，事到如今，请两位会当成为东华使者。严明，可耻的光明，这是天下间的大事，免来用的互你学不来。青青，你紧转去后地宫，你以前做的代志，我无要甲你追究。老君，敢讲你无想要知影玉皇子的下落？玉皇子的下落，我找有着找无着是我的代志，只不过是去互玉帝甲我责怪，也免用我你当遮乌白来。刚才这个主考官是正人君子，也若无，互你安尼做法，岂不是乌白不分、是非不明呢？老君，东华使者是你的爱徒，敢讲你会当目睭金金，看会考试不中，受人踢笑？当然，我不忍心伊去用乞笑，也毋过我会当倒立宫，至少眼不见为净。你又何苦每工缀伫身躯边呢？无当伊伫咧伊的身躯边，我嘛要伫遮。你是天庭的仙女，哪会遐尼袂见识？紧去，也若无将大先生收去。这是我啉烧水掠出来的血，好在这代志无发生，也若无就惨了。是，老君做法清明大义，小心背负啊！江斌，你安尼吞吞吐吐是咧创啥？为恁大人，学生见着大人，一时紧张，煞袂记要安怎背。大胆！本官会拍你200大板。大人，来人啊！在，来挂出。是。大人，行。大人，大人啊！行。大人，大人。公主，公主，嘿，公主，等我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公主，这一切拢是天意，你莫记在心肝啦。天意，天意，为什么每一个人拢要讲这是天意的？是人力袂当预料，袂当控制。我实在寒窗苦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天要安尼对待我呢？公主，上天袂亏待你，人国有命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上天派你落来人间，伊也毋是爱你考功名。功名有啥物唔好？功名有啥物唔对？亲像我即马安尼，是要叫我安怎对我的爸母？阿公、关老爷，要我的乡亲父老交代，我实在无这个面转去见。公主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大家拢足希望看你平安倒转去，而且人生毋是干那一条光明的路会用得行，你还阁用得行别条路啊？也有别条路通行。你讲，我还有啥物别条路通行？我考试不着。名落孙山，这拢不要紧。明明我也会用重新再考，也毋过即马我鼻祖考官读出官府，一世人拢无法度重新再考啊！你讲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呢？
公主，你莫着急啦，你着急哪有路用？我哪会袂着急？你讲啊！我还有啥物别条路通行？啊！公主，只要你静心参悟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。你即马讲的这话，根本就是空口白话嘛！这不是空口白话，这是天意啊！天意，天意，啥物是天意？天意又搁是啥物？公主，去上来啦！我李东兵，生不如死，不如踮遮了却前生，免得回乡被人踢笑。李公主，你近来好无？我近来好无？你看我敢有是平安快乐人心？公主啊，我看你真好嘛。你是来踢笑我？你明知我的一切拢总无希望啊！公主，你哪会遐尔啊爽气？我想吼，你的前途一定真光明。你骗我！你每一摆拢是咧骗我！无唔对，女人确实是会骗人，也毋过我绝对袂骗你。你要骗我？你敢真是要骗我？对，会骗你的人毋是我，毋是你，骗我的是啥物人？李公主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到时阵我会证明互你看。证明互我看。好啊，咱莫阁讲这。李公主，你看这个所在，你敢袂感觉你以前捌来过这？对啊，我好亲像来过遮，也毋过我根本毋捌来过啊。你捌来过？这就是中原台。中原台？无毋对，这是天庭每一年选举状元的所在。只要是天庭选到的状元，拢捌伫遮坐过。状元登上论仙讲道，然后才派入凡间。那安尼，我捌伫遮坐过。无毋对。你哪会知影？我毋知影，感觉牡丹伊知影。牡丹伊当然毋知影。伊若毋知影状元台的故事是安怎，伊会肯你断绝光明，另外搁找一条路。是啊，牡丹，你为何一心一意爱我行别条路呢？有道是讲成名就，切切就会成棍。牡丹，你嘛想过无道了。大丈夫有三妻四妾，嘛是真平常的代志。你若着想要独占李洞宾，着想尽办法，叫伊莫求取功名。我绝对无这种意思。路遥知马力。对，日久见人心。牡丹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呢？公主，你毋知影我对你的心意，我哪有可能害你？这着真歹讲，爱若愈深，就愈有嫉妒心。牡丹，我知影你介意我，也毋过你袂用因为爱我，煞反倒转来害我。公主，我无。女人心是敢若海底针，安怎摸就摸无。牡丹，想袂到你竟然是这款人。公主，你确定认为我是这种人？
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对你的用心，你可会听到？我很可惜。无代，无。李公主，我甲你讲遐尔啊济啊，感觉你袂明白。我吴青青为着让李洞宾相信伊的话，用尽了所有的心思，最后想出一个好办法，伊施法互王兄做梦。王兄在梦中，梦见姚亮咧追赶伊。危险的时阵，被李洞宾所救。王彪醒起来以后，各是天下百姓找找李洞宾，并是李洞宾的先人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在，有一位考生甲本官讲话的时阵，关心出窍，紧去查访看什么人。报告大人，免查，就是昨和大人赶出去迄个李洞宾。赶紧，赶紧去甲伊请倒来。是。紧，赶紧去禀报皇上，甲讲确实有这个人，这个人才华过人。文质彬彬，也讲即马四过倒转，你家己找倒转来。是，大人。这声若找袂到，唔知要安怎。这李洞宾一定是先人来转世，伊的元神就出窍来救咱皇后。这皇后足大哦，咱老百姓哦有困难，唔知甲恁救啊袂？这人遐讲话足有道理的。咱百姓有困难哦，这神仙唔知来救啊！你哪咧讲话？有啊，对啊对啊，咱来救皇后，也无救咱老百姓，这算什么大功劳？对嘛对啊，讲嘛是啊。我在想哦，假使咱百姓有困难哦，吕洞宾绝对出来救。公主，你是一个读书人，何必甲动手咧？劳动机会嘛是好啊。公主，你即摆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修心修行，先教你们的第一步。算起来，你已经拢做有够。我相信无偌久，你就是一位大仙。那有啥尼紧？我们已经爆出来啊，大家拢嘛讲你是大仙啊。敢真实咧？当然是真实的。假使你若唔相信，要无你看。
才会百姓讲得真有道理。李洞宾连夜只干那救洪秀，无救百姓。假使我只救洪秀，无救百姓，还无算是大功德。公主啊，这拢是孙家人咧胡白讲，你哪会相信伊的话？唔是，我感觉因讲得真有道理。公主，你哪有这个想法？报告大人皇后西天，东门无风楚归，回往南山。李洞宾一定站在南山。紧去甲伊请上来。是，地是拢讲大人是功成连名，礼贤下士，所以天公才会派李洞宾来遮考试，予大人立下功劳。有理，有理。本官要亲身甲伊接待。哈，这个小老太是真正心歹活。来啊，咱莫活哦。好啊。有影，逐打活啦。是，但我这两块砖仔要接单无？砖仔较大块，无毛要哪样个咧？爱无就爱无，你家己去磨。有影，好人做较底，我砖仔莫磨得底啊。陈东啊，毋是阮无爱磨啦，咱这砖仔是有够歹磨啦。是啊，有够歹磨嘛爱磨。清风甲古筝接在就接着。无磨袂用是，难，磨呀难，无磨嘛难。我想嘛是，你剑无相磨。亲像你一款满满心。